听众们好，我为大家讲故事，还是我们黄安当地的故事。东魁杨梅，东魁杨梅大家都吃过了，还给我给有毒的，比其他地方的杨梅呢都一倍也不得。这东魁杨梅呢还有一个特色，刚才徐党以前，就是党叫徐家以前了。我们黄安东乡、山东澳的一带，杨梅不蛮多，文国文都有几株杨梅。不过搿情况的杨梅呢，不大卖的，杨梅种的情况自己屋里摘来吃吃，或者呢送送亲戚朋友。杨梅种得最好，杨梅树呢培植得最旺盛的。就是村东头的东林宫啊，搿东林宫啊，花在杨梅上面的心思了多的嘛。一年到头除了鸡苗稻田之外了，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种些杨梅树。别个个杨梅山黄的嘛，啥有黄的，搿个杨梅家伙了都显荧光的。搿么搿个杨梅呢要卖的，搿屋里个。日常的家用啦，都是靠杨梅买了个东西啊。但是有一样时间，东林宫了都立了放过，替用用心心培植，个杨梅呢，个果子肥大啊，长来长去了都是铁动物。有天讲啊，东林宫啊，还没不用长嘞。搿种铁位置啊，不提多个了，你装10倍多个了。东林公不相信，年过年用用心心培育，要不得。还讲到花果山，讲到齐天大圣的花果山，花果山不当然百果齐全个咯，啊，讲苹果啊、枣啊、梨啊都有，杨梅呢还有。不过花果山个地方。因为气候条件各方面原因了，杨梅不大种得起。齐天大圣施了许多个法术，总算讲个杨梅了培养成功哦。杨梅树也蛮多，因为个杨梅在花果山景观，所以每年了杨梅熟的情况，花果山了要开杨梅大会。天上皇庙娘娘开蟠桃大会了，搿个大开杨梅大会。花果山自己酿起个葡萄酒，齐天大圣啊，也得个被小和尚弟兄们欢乐一番。因为个杨梅在花果山景观，所以专人了派专人开修个杨梅，派干条修了。趴在干丢，搿和尚啦名字叫干丢，搿干丢了太馋的嘛，太缺的嘛，将聚散，道挑杨梅吃。有个一日，搿杨梅摘起来13斤猪啊，白了掉啊，那么大你挑杨梅啊？不个白个见齐天大圣，齐天大圣个干丢啊，你该修世道，哦，你管杨梅，你自己挑杨梅，一律高不给，你挑几次你都讲啊，盖脚拉起来吧，把个卷丢踢到地，半空，把盖卷踢上了，盖卷丢踢上个心里一活吧，还是觉得个杨梅活了动个几不吞多到，啊，还在云头飞。慢慢是呢，从云头降落了，还讲到山东澳啦，搿东林宫啊，杨梅种的情况管杨梅了，这个山的一个草棚庄稼，你也是个修杨梅，跟你苦心起早爬起一望，这就一个和尚啊，从空中夹个去拖地的，搿和尚拖地的吧。昏昏迷迷，东林宫都要被盖过来，把个包在自己的怀里面，
还把个五条摸摸，讲你啥名字啊？你搞我来个？搿吴兄讲我名字鬼丢，花果山来的。哦，花果山西天大兴大大来，好些新鲜新鲜。搿两个啦，有的嘛，就刚刚好的嘛。搿鬼丢吴兄呢，被锁在东陵宫个毛墙道，得给举队修杨梅鬼。这么好看的节目，怎能没有广告呢？黄颜人望黄颜，搜索微信公众号望黄颜或 HYTVWHY， 精彩不停，马上回来。杨梅，过两年，搿鬼丢了，搿杨梅吃了，搿杨梅娘拉吃了，拉在个半山坡。过两年杨梅羊吃上了啊，还鬼丢的东陵宫搞个东陵宫啊！我搿杨梅通肚里杨梅娘拉个的，像起杨梅苗吃掉了嘛，对吧？东陵宫怎么落下啦？哦，给谢家的媳妇花果山里的，好好培育，我们好给不装就好，还你过年叫个讲毛毛。啊，搿句杨梅做些渡桥，过了渡桥呢，只有杨梅上桥。哈，那东陵宫这么高铁陡的，可杨梅从连望着过，等我晒这个杨梅啊，2、3个铁陡啊。啊，东陵宫高兴了，把村上的人都叫了，还杨梅摘了，分不大家吃。哦，大家个听杨梅没吃着过，一个县一个水店，其中一个王秀才。王秀才讲，搿株杨梅啦，是东陵宫的鬼丢了培养起来。鬼丢2个字啊，拼进去是个坤字。搿杨梅吧，别叫东魁杨梅是吧？你听蛮好用呗。大家话哦，好，东魁杨梅，东魁杨梅。还搿株杨梅经过过节，经过了培育，东魁杨梅很快的发结交。西天大兴晓得，鬼丢了，这个大东澳村，这个培育了东魁杨梅，对给阿副支票，啊，叫好给这个大，哈6月初1南京定西天大兴修日了，东陵宫的鬼丢了都要叫个巴西天大兴，西天大兴叫鬼丢了好好干。啊，这个啦，背起东魁杨梅，我最近啊叫了毛毛腿，啊尝尝杨梅的味道。从今只有个鬼丢了，就在东澳村修为东魁杨梅。还个东陵公司啊，只有东澳村搿边百姓啦一个庙烧起，啊，把东陵宫的鬼丢2个了形象塑在上面烧起，啊。每年个我只当作了东魁杨梅的杨梅节，四面八方的人啦，都到个地方来续写，要拜东陵宫的鬼丢孙。现在东魁杨梅已经啦举世闻名了，不过全中国可能全世界都传出好啊！大家有便啦，到东澳搿一带。去望望东魁杨梅，杨梅熟的情况呢，就去尝尝东魁杨梅的味道。搿传说到个地方去。